在城市里，人们住得越来越近，却不一定越来越熟悉。许多老社区里，空间更新了，生活便利了，但邻里之间的往来却不一定比过去更多。于是，有些人开始思考，如果社区需要重新凝聚，需要的究竟是新的空间，还是重新认识彼此的机会？有些地方不是因为热闹才重要，而是因为有人记得你。那你这个什么东西要冰冰箱？那等一下就要洗的啊。我今天就用得到。那我先帮我冰着，等一下。红萝卜有，青葱有，虾皮有，鸡蛋。这些年，从老屋修复到地方创生，越来越多人投入社区工作，有人整理空间，有人活络街区，也有人试着为地方带来新的可能。而在台南旧城区，有些人开始发现社区要重新凝聚，改变的或许不只是空间，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初会加入 OO 也是因为我对办活动有兴趣，所以才跟长辈有连结。然后后来发现，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对长辈，或者是对工作，或对我来讲，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互相陪伴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其实我以前很不喜欢长辈，我以前很讨厌长辈。是因为后来接触到这份工作，然后跟长辈相处之后，才觉得长辈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也会比较喜欢回来这边。但是回来的感觉的确有一点像是在回家，像遇到主管阿姨啊、玉里阿嬷他们，其实他们的关心会让我觉得有一种爷爷奶奶还在，然后对孙子或对自己家里小孩的关心，就回来很想叫妈或叫阿妈。这里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一间教室。没有人规定一定要来，也不限制谁才能参与。它更像是一个可以自由走进来的空间。和一般共享空间不同的是，这里会记得人，谁最近比较忙，谁好几天没出现。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日常里慢慢长出来的。而 OO 的开始也不是从照顾长辈出发，是一群年轻人走进社区之后才慢慢发现。有些需求不只是空间更新可以解决，有时候人需要的不是被安排好的活动，而是有人可以一起过日子。主要是我们希望透过空间的这个角度，或是社区营造的这个角度，然后到在地的这种所谓的市中心区的这种老旧社区，去协助他们做都市更新这一块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跟民众去做接触，去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这里的居民呢都是长辈。那我们为了要了解他们的需求，他们对空间的想法，对生活的想法，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关于高龄这一块的相关的去理解啊，去认识啊，去做一些相关的介入。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开始发现说，在地长辈，就是在地的这些居民，其实他们除了空间的更新之外，他们其实还有更多不一样的需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说，或许我们看到的这些长辈，他们其实除了照顾以外，他们感觉好像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社区里面有尝试，跟他们一起做共创，然后希望说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些不一样的事情包含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年轻人是开咖啡厅，然后我们就邀请附近的长辈一起来跟他到咖啡店里面去学做拉花咖啡，然后一起经营他的那个咖啡店。那有时候是倒过来，是长辈想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媒合一些年轻人，然后去协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这个轻盈，这两个世代之间的交流，好像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这样的观察其实也和他们的专业背景有关。在他们眼中，建筑关心的不只是房子，更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人跟生活的一个容器。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电影，对不对？看电影这件事情，其实它也会需要很多不同的场景，然后去搭配他想要说的故事，或者是他要表达的内容。那所以我们在做建筑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做建筑设计的过程当中，会去思考说，那里面是谁会在这里面生活？我们这个地方是那个一些年轻人跟像我这个阿嬷这样共同创办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你年轻人跟阿嬷学东西，然后阿嬷也会跟年轻人学一些东西。这个是什么？羊驼。你有够厉害。头条。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台南的虱目鱼皮，直直的，不要拿斜斜的，斜斜的。从共学课程到日常陪伴，从亲营之间的交流到彼此生活里的关心，走进社区之后，纪邦和艺人也慢慢发现，比起空间本身，人的生活往往更值得被理解。虽然说建筑很重视美感、美学，然后你看到建筑很basic啊，或者是很特别、很有设计感等等的，而建筑最终是会由人在使用，然后人的生活也都在建筑跟环境当中。那我所在的这个组别，它就是建筑系里面的规划组，他在思考就是建筑跟人，或者是建筑外面的那个人的生活环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做OO的时候，或是更多的在做社区营造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让学生们他们去想，或者是去观察，他从观察里面去了解，然后去思考，我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它跟人的关系是什么？那我到底想象的是谁会来用？那个人在用的时候，他会是怎么样的使用方式？那这个使用方式其实就是生活啊。这些年，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台南工作求学，也有人选择在这里开店生活，而长辈们则持续留在熟悉的街区里。然而，同样生活在一个地方，彼此却不一定有认识的机会。OO所做的，正是试着创造这样的相遇。社区不只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更重要的是，人与人是否愿意重新建立连结。先从较侪岁开始，就是玉里阿嬷，玉里阿嬷就是我们公社的长辈嘛，对，大家应该多少耳闻到她，因为她就是我们第一代的网红，玉里阿嬷啊。然后另外呢，这是信州阿嬷，信州阿嬷呢，她会跟我们一起吃饭。这个地方是一个让年轻朋友跟老人有所互动的地方，然后也是我们这些年长的长辈有一些地方可以活动，然后可以吸收年轻人的一些知识。你不懂的问他们，他们就慢慢的跟你讲。有像有在签这个的话，有不要放太多。为什么？因为油放太多的话，除了我之外，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一来长辈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是很像家人，虽然没有像家人那么紧密，因为其实相处时间没有到非常多，但是只要一来这边，的确会有那种自己家的长辈啊、爷爷奶奶对我们的关心。然后我从OO离职到现在也大概3年有了，大概苏妈大概送了2年半的便当了吧。对，然后就是有时候我同事看到，你干妈又来了，你干妈帮你送便当来哦，这样我就对我干妈。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念书的时候是在台北，那我也是被我同学的妈妈那个很多那个关照，那我会用这种观念去，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外县市来的小孩。我的话，我会用这种心情去对待他们。和过去以地缘为主的社区不同，在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频繁的都市里，人们未必和整个社区建立连结，有时候反而是一群愿意彼此关心的人，慢慢形成新的支持网络，一起生活，一起共好。以OO的这个空间来讲，其实空间真的就是收纳人跟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我们从OO的案例里面就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包含了好多社区不同的人，不管年轻人或长辈，他们的生活都被收纳在这个里面。所以当初在做这样的设计的时候，也就是希望说可以让更多元的、更多不一样的人，可以有机会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来使用。也就是说，OO那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也是基邦学长那时候提出来的。他说，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个角落，然后发挥他自己的所长。所以他说，不管大大小小都有机会在这里面棒搏，台语的一种说法啦，哈，就是说他可以展现他自己。OO 跟社区营造比较重要的地方是，社区营造它比较偏向是组织化或者是制度化，那甚至现在也有人在质疑的变成是补助。就是一定要有政府的补助才能够做。可是回到OO，它比较重要的是，它回到长辈的自主性，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来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是他更依赖，或是更需要是长辈跟长辈，或是长辈跟其他人之间的那种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那种关系跟价值感的提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OO想要跟大家说的。那第三个其实是年轻人跟长辈，就是这种跨世代的那种情感的支持。我觉得那部分我在长辈的身上看到蛮特别的，就是如果都是长辈啊，就是不要讲那个是就是朋友那种感觉。可是长辈跟年轻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又像家人。对，因为他的晚辈可能都在外面工作或读书，所以他现在碰到的年轻人，他会觉得好像就是他的家人的那种感觉这样。那另外一部分，可是这个家人啊，他又可以提供不同世代的支持。举例来说，就是比如说长辈对 IG 不熟，或者对手机不熟的时候，他可以请教这个年轻人。那年轻人在想念家乡味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伙伴，他可能在担心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可是他可以透过跟阿嬷们聊天，那他可以得到某一些不一样的情感上的支持。当不同世代的人开始有机会认识彼此，原本只是点头之交的人，也可能慢慢有了牵挂。也不用沾这个东西，如果你还想沾的话，你可以沾番茄酱。对，所以我觉得苏妈比较厉害一点是，她会把我不喜欢吃的食材弄到那个讨厌的味道不见。他不止你，因为这边的人都很懂你，所以他不会问一些你觉得压力很大的问题。因为久久回南投，长辈他一定会问啊，交女朋友没啊，结婚没啊，什么时候结婚啊，工作怎么样，薪水有没有涨啊什么的。我觉得在这边会更轻松，会更放松，因为大家知道你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也不会有太多我刚刚讲的，就是会让我觉得有点压力的关心。因为你跟他这样互动呢，或许他回家跟他父母的一些那个互动的话，会改变。因为有时候每个父母都对小孩子有要求，我自己也一样啊。可是现在我来这边了以后，对儿子的那个相处的方式就变成好像朋友。不是妈妈要管很多，不用。你像米诺啊，过年过节他虽然没在这边，过年过节还会送礼给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说，有很多年轻人他是南漂到台南来念书的，他也是自己一个人。他在跟长辈共创的过程当中，他好像也找到了他在台南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的人。除此之外，其实也有很多人是他在台南，虽然他有他自己的家庭啊，有他自己的生活圈好了。可是他好像也始终觉得他自己是自己一个人。可是他到我们这边来，他好像发现说，他有一个归属感在。他也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共创的过程当中，发现说，他可以不是他自己，他可以跟着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世代，同一个世代也好，然后一起去完成他们想完成的事情。对，少子化让家庭变小，高龄化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习惯一个人。这样的状态不只发生在离家工作、求学的年轻人身上，也发生在许多长辈身上。在城市里，不同世代的人常常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但有些地方并不是为了服务谁而存在，而是让人可以重新和别人一起过生活。那我觉得在这边跟外面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边我们是先看长辈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去跟着长辈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最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之前的团队就是他觉得这边的长辈需要什么，我们就一直给，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长辈会来到之后很没有兴趣，因为那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或不是他们想要吸收的事情。所以我那这边办一堆活动，他一开始人很多，后来人变很少。那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是来到这边之后才发现。哦，是因为我们没有问过长辈要什么，或者是我们不知道长辈的需求，我们只有一昧给我们想要给的，所以我觉得这边出发点跟外面的团队，我觉得出发点最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它就是一个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个停泊点，社会上的一个家。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到这里，真的是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自己找到自己舒适的地方，找到自己舒适的人，可以跟他一起好好生活。今天苏妈要做的料理是节瓜煎饼。今天为什么想要用节瓜来入菜？因为节瓜现在是盛产期，第一个它有饱腹感，然后刚刚我讲的那个低脂。我先介绍食材，第一个节瓜，然后那个红萝卜、葱、虾皮、鸡蛋，还有那个调味料哈。调味料就是盐巴跟那个白胡椒粉，还有那个中筋面粉。因为有人给你学了啊，你就会认真做啊，对不？你若没人给你学了，就没那个心情啊。因为我如果没来这个地方，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啊。你说家里有什么事给你做？然后就是看手机、吃饭、睡觉，就这样子。那个就有点像了无生趣这样子。来这边的话，我很开心，因为我本身以前在餐厅上班，然后对吃很喜欢，所以我刚开始煮炒乌龙面啊，做亲子肉啊，做那个猪排肉啊什么，做，后来就变成一桌子菜啊，然后越吃的人越多。我自己也是从北到南漂的人，那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在台南多了好多爸爸妈妈，很多阿公阿嬷的关心呢，一起共创什么东西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创造了这个连结。那除了我之外，我也发现好多年轻人，甚至很多长辈，他也很珍惜这样的关系耶。他可能在家里，可能没有人 care 他，可是他到这边，反正大家都可以互相协助、互相帮忙。那年轻人也是啊，就是他自己在这边念书，他自己在这边工作，突然多了苏妈的问候，或是突然多了苏妈时不时的打电话说你要不要来吃饭的这个关心，我觉得是很温暖的。他们会把它当成一个家，然后听我们这些老人碎碎念。有时候他们如果看他们很累啊，然后怎么整晚没睡觉啊，我跟朱贵阿姨就会念了，少年囡啊，搁唔困，困一个，个话也袂使呢。年轻人就会说袂使，我早上就要教了。就怎么讲，他们来会把你当成像雨晴来，都会帮你弄什么，像我在做菜啊，他就帮忙旁边洗我弄出来的一些空盆子啊什么的，这样子，好像在家帮妈妈做事情一样，我就很开心。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高龄社会需要的是照顾，但在OO，他们看到的另一个需求是参与。长辈不只是被服务的人，他们也能分享经验，提供支持，成为社区里重要的一份力量。30多年来，社区营造谈的是空间、组织与地方发展，但走过这些年的实践，基邦开始思考，除了政策、计划与组织之外，人与人之间的支持关系能不能也成为一种社区力量？过去我们可能会比较偏向从政策去思考，社区营造计划啊、长照政策啊这些，或者是社区发展组织这种方式来思考。那 OO 其实在提示另外一种是说，不见得啊，如果回到生活面上，他只要有兴趣，他就会一直做耶。对，那或者是他只要有伴，他可以得到他不同的社会支持。那他如果有年轻人跟他一起玩，他或许有不同的成长会出现。其实 OO 跟一般社造来说，它其实提示了这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在一个老化的社会或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的这个框架之下，绝对不可能是只有自己独活在这里，那也不可能只有长辈自己独活在社区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很多元的角色，或是很多样的年纪、多元的角色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一起生活的。所以在OO的一个理念里面，我们就一直在说，我们希望可以营造一个一起好生活的社区。那这怎么样能够一起好生活？就是我们OO一直在操作各式各样，像苏妈的生活实验室啊，或者是陶笛啊，或者说我现在在做的摄影班，其实他们都是在讲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一起去完成一个事，然后一起在地能够一起好生活这样子。那么，什么叫做一起好生活？在OO，答案未必是一场大型活动，或是一套被设计好的课程。更多时候，它来自人們願意把自己的興趣、經驗與生活分享給身邊的人。退休啊，足侪冬，伫厝无聊啊，我高中迄阵读台南一中，就是有参加乐队啊，分小喇叭，分竖笛，拄好志邦因家拄好咧老人跟青年的青年共创我当下来敲电话，艺人接袂惯，讲阮遮是安，我毋是要来学呢，我是要来想要来教呢。伊讲真好啊，家己分领领，家己快乐，互较侪人快乐的，这是我的心意啦。结果少年啊嘛，对咧学啊嘛是真欢喜。其实就平日要上班嘛，假日有一个这样固定的行程也还，那就是蛮舒压的啊。就是每个礼拜六下午就固定上课嘛，然后其实这样上也上了有2-3年了嘛，好像就是蛮久的了。它不是一个。又不是我被规定我要毕业或干嘛的事情嘛，就是它是一个我自己想上，我自己希望我可以跟音乐的这件事情有一点连结。那这个连结的形式，其实像陶笛，又有点，就是它简单但是又好听，然后再加上这个团里面大家那个互动的感觉很好。来吧，掌上明珠。这门陶笛课不是被安排的活动。只是有人想教，有人愿意一起做。在这里，长辈不只是参与的人，也可以成为带领者，而不是被安排好要做什么的人。那OO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们不把我们现在在操作的事情当作是做活动或是办课程，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我们希望把它落于生活化，所以你到OO来，你会发现说，你如果说你是要来参加什么陶笛课，其实是不是的。你会来发现，你来这边。长辈就坐在这边，然后他就会钩针，你就是跟他讨教钩针，就像你跟你隔壁的会这个技艺的人或者这个技术的人去跟他讨教一样的，所以他会跳脱那种我来跟你学，你来跟我学的这个框架，不是，我们是互相陪伴的一个样态。从社区营造的角度，其实会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沟通。那你必须要跟在地的民众沟通，跟未来的使用者沟通。这也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预售屋，它就会让要来买的顾客他能够先去谈，就是说，对啊，现在有些预售屋他还配设计师帮你先规划，他希望说他设计给你的房子是你真的喜欢，你有要用到的这样。那其实回到社区营造来说也是如此，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在这个地方的发展，不是从专业者的角度去想，而是跟更多的在地的居民去讨论。因为一日落长无代志做，真正足艰苦。我无用一礼拜来教2點外鐘，我足好过日。我即摆要开第2班啊，我就感觉我又会当加活10幾歲啊。因为你加一班，又搁爱无吼你讲的迄班的照顾我又搁对头开始啊，又搁拢袂晓，
拢老人，嘿，拢袂晓，不要紧，安尼，佫开始，安尼我就感觉，我又佫架搭起来。一方面可以学习也是重点，因为你有学习，你的那个脑就会活化，就不容易失智啊。然后有跟那个同学互动交往互相关心，那这样子也是提升我们这个不容易失智的方法嘛。在 OO 课程从来不是目的，真正重要的是每个人能不能继续把自己的能力留在社区里。当分享的人被需要，学习的人愿意参与，连结也在过程中慢慢产生。过去在屏东竹田做失智友善园区的时候，那时候有机会跟老年所的很多高龄专业领域的老师连结，所以那时候老师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做高龄主流化，也就是说大家要去学习高龄化或者是高龄社会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老人家也是第一次遇到自己可以活得这么老，对，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老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期待，不管是老人自己本身，他能够去学习怎么让自己更健康啊，或者是怎么帮自己有更好的发展。可是相对的，我们让老人他愿意自己健康的，他可以走出来的。可是如果周边的人都觉得啊，你就是要让座啦，这样子，或者是啊，你就是老了就不行，我就是要照顾你这样，这样子他也不会健康啊，他会觉得处处好像被歧视了，就是被标签化了。我们有一些接触到的长辈，他们的确就是如果没有可能没有OO，或是没有一些服务的一些活动的话，他们的确就真的就是在家里了。所以我觉得新的这个关系很大一个部分就是如何让社区的就是在家里的这些长辈能够出来，然后能够让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能够越来越多，他们选择也可以比较多。那这也是OO接下来希望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自己一直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面对未来超高龄社会、少子化的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能够好好生活的一个方式。像我自己，我就觉得我不太希望说我老的时候我应该要去被照顾啊，或是到机构里面去，我好想要待在社区。现在OO就在做这件事。这些课程与日常里的互动，留下来的不只是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群愿意持续相聚的人。对艺人来说，这也是OO近年开始思考的方向。当社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与人之间是否能透过共同的兴趣、经验与生活，形成新的连结？就以社区营造而言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跟目的，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踏出来，相互连接，在社区里面相互连接之后，然后去共创在地的一个好的生活。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类似，只是说我们现在是比较强调的是社群，那他们也是踏出来之后，然后彼此营造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生活。不管是陶底啊，或是我在摄影班的这件事情，我们比较希望他们是一个社群的概念啊，就是它从社区变成一个社群的概念，这也是我们OO一直在希望说未来会比较朝向会是这个方式，就是大家会以可能同样的兴趣，或是同样的理念、同样的想法，或是同样的一些关联性而聚集在一起。那这个聚集不会是一个很大的聚集，它可能就是几个人，可是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那在社造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可是社造它比较多的状态之下它会有一个区域，会有一个区块，可能是我们这个里啊，或是这个村，比较像是一个这样子有一个区块。那社群它就比较没有区块的概念，它就是一个议题，或是一个想法，或是一个喜好，或是一个各种各样可以让人跟人之间产生连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那些课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啦，就是不管是陶笛课，或者说摄影课，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期待说大家可以走出来，到外面去做一个就相互连结，就是彼此之间会有一个社会性连结跟社会性支持。目标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这件事情一起去共创一个新的生活。我们之后要讲人像摄影，就是把人拍出来就好。可是我们这次要讲的是人与温度哈，怎么样在照片里面呈现温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把风格这件事情。很多人会以为这样的地方是年轻人在陪伴长辈，但时间久了才发现，被拉住的人反而是年轻人自己。
艺人也曾在压力之中一度离开自己喜欢的事情，是那些来上课的长辈把他重新拉了回来。在这里，照顾从来不是单向的，也不是谁在陪伴谁。它不是一个为长辈设计的地方，而是让不同世代的人在彼此的生活里找到位置。一定要镜头擦干净，积极对焦，跟一定要记得按快门哈。按快门是啥？真的有很多我们3C 产品不会用的这些，中老年人哈，就是你都不知道怎么操作。然后呢，我们来上课之后呢，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是那样。然后你会用了之后，你就很有自信那种感觉，那很舒服，就很开心。这个班让我觉得很 easy 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是老人。所以那老人呢，有一个共同的，就是说我会忘记啊，那我忘记，我下一次再问就好了。那我们也不会彼此取笑啊。可是如果有只有我是一个年纪大的，那我就会压力很大，因为我就不敢再问，人家会想说啊，这都拢讲过啊，啊你根本调整对焦点，去把画面的光线调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还记得这个吗？有哦，好害怕哦！哇，完了，好，下次要重教了。不是说错了。好，广角是要拍远的还拍近的？拍广的啦。拍广的，对，它就叫广角嘛，对不对？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说真的教了他们什么事情，我反而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我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长辈给我很多正向的回馈，就是我常常都跟那些长辈讲说啊，每个礼拜我最期待的就是礼拜3去跟他们上摄影课，他们都会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有我每个礼拜3都可以看到哇，有一群长辈因为我的兴趣，因为我的专业，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也开出了他们因为摄影，因为拍到这件事，去开出他们自己很好玩的人生。像有的人去哪里玩，但是他们会说我很有耐心的教他们，其实我也觉得他们蛮有耐心的听我讲，因为其实摄影这个东西还真的需要耐心去学，所以我听到他们这样的回馈，我自己也是蛮开心的啦。像我们自己本身都会认知说，为什么我们想要学 Instagram 这个东西，是因为第一个，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在玩了，什么抖音啊，什么小红书一大堆的，然后里面的操作就是你就是不会用啊，一开始你要怎么进去，有没有？我们是真的都有被子女们都念过，姑姑都跟你讲了好几遍了，有没有？嘿，所以我们觉得说，与其求别人不如求自己，那你求自己就是要来外面学啊，比较容易啊，然后操作上你就比较有概念啊，是真的有来上之后，那个手机的那种操作，你就真的更有自信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可以举一反三的那种能力就出来了。其实，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社区营造相关的事情之后，我们渐渐的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管是做社区营造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在谈社区共生，或是微社群也好，其实我们都在谈一件事，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地共好生活，这是我们想法跟我们的目标。然后在沿路这样子，经过OO的操作，然后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各式各样的一个尝试。也有成功的，然后也有比较失败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核心都没有变。我们的核心都希望说，透过各种不同的操作方法，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去创造一个能够在地一起共好生活的方式？包含说我们未来要操作的高龄学校，然后或者说我们接下来要操作的一些新的项目，其实都是在想这件事情。那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大一部分就是希望说，我自己老了之后也可以在地、在社区，或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或是我住的地方，能够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好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现在真的很努力的在操作这件事情，也就是希望说，不是说去住机构不好，或是说去接受照顾不好，是我有我自己觉得更好的方式，所以我现在就是真的很努力在操作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希望说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大家可以因为
怎么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在地共好生活。那现在我们就是一起努力在操作这件事。当社区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范围，而是一群愿意彼此关心的人，社区营造或许有了新的样子。它不一定来自一项计划、一笔补助或是一场活动，而是来自一次相遇、一段陪伴，以及人与人之间慢慢建立的信任。而这些关系也正在成为另一种支持社区的力量。